時分喺旺角鴉蘭街現場發生一宗持械行劫，被打劫嘅係區內一間連鎖找換店。警方懷疑涉案人士係同日前多宗持械行劫案有關。金生，鑑定同埋估價手續已經完成，保險金額都反映咗我哋對拍賣品嘅價值。呢件唐代楊枝白玉觀音，我哋公司提供最高保額係9600萬港紙。金生，你嚟簽個名。都係買個保險嘅啫，唔通真係有人搶咩？今年嘅秋季拍賣會，金生呢件楊枝白玉觀音一定係最令人期待嘅拍賣品之一。特別係坊間傳聞佢已經失蹤咗咁多年，而家見翻個實物，我哋拍賣行上下同仁都覺得好期待。其實我都好唔捨得㗎，希望你哋幫到手，幫我揾住好人家。